台湾的农产品进入新加坡的市场。农委会甲新加坡的超市合作，甲台湾224项农产食品卖到新加坡。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嘛甲这个新加坡的业者来签约，等明年台湾口蹄疫的疫区解禁了后，台湾的猪肉卖外销到新加坡。热闹这个气氛中，民意代表、地方县市首长加驻新加坡代表共同见证台湾优良农产品发展协会加新加坡的代表签署台湾猪肉采买合作的备忘录，显示新加坡买主对台湾猪肉品质的肯定。从口蹄疫的这样的一个疫区，成为拔针成功，明年变成会疫区，可以让台湾的猪肉出口，这对整个畜牧业有非常重大的一个影响。我们把23年来的一个疾病呢解除，台湾的猪肉才有办法出口。我们期待不止台湾的猪肉，下一步就是我们所有的鸡蛋，甚至其他的更多的我们的猪肉加工品。除了猪肉，新加坡业者对台湾高品质的稻米嘛极有兴趣。目前台湾的包装米以及鱼腐、茶米、水果干，甲一寡四小等等，有33间的厂商，224项的产品，已经伫新加坡的超市、台湾农产品的专区伫卖。消费者反应拢真好，估计明年销售量会成长几啊倍。新加坡农业贸易团透过甲台湾业者的合作，希望讲投资台湾米价的加工产业，运用集团的行销通路，使到台湾优质的农产品，就会使卖到全世界。